明明係我哋自己荷包攞錢出嚟消費，點解而家喺香港飲長茶，好似仲難過返工，仲要睇人面色，好似欠咗佢哋咁？唔知大家有冇同感？以前細個跟住長輩去酒樓，嗰種熱鬧，嗰種人情味，而家好似已經變晒質。以前我哋話飲茶係一種享受，係一種生活態度，但而家好多街坊都同我講，喺香港酒樓飲茶，簡直係貼錢買難受。最令大家火滾嘅，一定係嗰個數碼落單。你話後生仔識用就話啫，但係酒樓最大嘅客源係邊個？係班老人家啊！1950年代、1960年代出世嗰班老友記，佢哋辛苦咗大半世，諗住去酒樓坐下，嘆飯一盅兩件，點知坐低第一件事唔係沖茶，而係要同部手機鬥智鬥勇。有啲老人家眼花花，睇唔清個細螢幕，想叫個經理幫手，點知個經理仲大聲過你，話自己數碼啦，好忙啊！你話呢種服務態度，叫人點樣食得落？其實香港人唔係唔想留喺香港消費，而係有時真係俾班酒樓老闆傷透心。你睇下而家北上深圳飲茶，點解咁多人排隊都要上去？人哋嗰種服務態度，真係由心出發。雖然話好多都係標準化嘅禮貌，但起碼人哋唔會對住你面黑黑，唔會好似趕鬼咁趕你走。喺香港，你坐多一陣，個伙計就過嚟收你啲碟，收完碟就收你張台布，最後連埋個茶盅都攞走埋，差在未直接開口叫你埋單走人。2024年啦，香港嘅服務業仲係停留喺以前嗰種唔憂做嘅心態，真係令人好無奈。講到啲死穴，除咗服務，最令人頂唔順嘅就係嗰啲隱形消費。坐低每位茶錢加一就基本啦，但係而家仲有冇啦啦多咗啲咩前菜費、醬油費，甚至連一條濕紙巾都要收你幾蚊。你話如果啲嘢好食、環境乾淨都算啦，但好多時啲酒樓地下一撻撻油，張凳又殘又舊，甚至仲有陣千年茶漬味。喺呢種環境下，仲要俾成100幾200蚊位去食啲預製菜點心，真係諗起都覺得唔抵。講起預製菜，呢個真係傳統酒樓嘅致命傷。以前我哋飲茶係食師傅手藝，蝦餃要皮薄餡靚，燒賣要彈牙有肉汁。但而家呢？入去後欄望下，分分鐘全部都係一包包工廠運嚟嘅急凍貨。2010年打後，為咗慳成本、慳人工，好多酒樓都已經唔再請點心師傅現場即做。你食嗰粒蝦餃，可能係1個月前喺大陸工廠做定，再運嚟香港蒸熱俾你。既然係食工廠貨，點解我唔去超市買包返屋企自己蒸？點解要俾貴幾倍價錢去你間酒樓受你欺？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現象喺香港已經持續咗好多年。由1997年到而家，香港嘅鋪租升咗幾多倍？大家都心知肚明。老闆要交貴租，就要喺人工同食材度扣。結果呢？請啲伙計返嚟，人工低，工時長，仲要一個人做3個人嘅嘢。你話佢哋點會有好面色俾你睇？佢哋都係受害者。但問題係，消費者無義務去承擔你嘅經營成本，更無義務去買你嘅面色。好多街坊都話，而家去深圳飲茶，除咗平，最重要係有尊嚴。人哋啲酒樓大到好似皇宮咁，冷氣充足，服務生見到你客客氣氣。就算係一間普通嘅連鎖店，人哋都肯聽你意見。喺香港，你話個燒賣凍咗少少，個伙計分分鐘回你一句，個個都係咁食㗎啦，唔通個個都幫你翻蒸啊？呢種落差真係令到一班由細飲茶飲到大嘅香港人覺得好心酸。我哋成日講要搞活香港經濟，要留港消費，但如果你嘅產品同服務仲係停留在30年前，甚至退步緊，你叫大家憑咩留低？1980年代嘅香港服務業係全世界嘅典範，嗰時我哋有東方之珠嘅美譽，靠嘅唔單止係硬件，仲有嗰種追求極致嘅服務精神。但而家呢種精神好似已經隨住啲老師傅退休而消失晒。有啲酒樓老闆會話，
我哋好難請人啊，啲後生仔唔肯入行。呢個係事實，但唔係藉口。如果你肯與時並進，將營運模式現代化，而唔係單靠一個數碼落單就當自己做咗科技轉型，情況會唔會好啲？數碼落單本意係方便，但唔應該取代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對於老人家，你係咪可以安排一個專門嘅人手幫佢哋？對於熟客，你係咪可以多兩句寒暄？而家好多傳統酒樓都面臨結業潮，你睇下最近呢幾年有幾多間老字號話要光榮結業？表面上係因為租金同人手，但骨子裏係因為佢哋已經失去咗競爭力。佢哋仲以為自己賣緊嗰幾件點心就係賣點，但其實街坊去飲茶係買嗰份生活感。如果連呢份生活感都變得咁難受，咁大家寧願搭半個鐘地鐵，甚至上深圳坐1個鐘車，去揾返嗰份久違了嘅尊重同舒適。我見過一對70幾歲嘅老夫婦喺一間連鎖酒樓度，對住部手機搞咗成10分鐘都落唔到單。個伯伯隻手係咁震，個婆婆眼又唔好，兩個人喺度雞同鴨講。隔籬個侍應行過幾次，正眼都唔望下，仲要喺度大聲呼喝其他同事。最後個伯伯嘆咗口氣，同婆婆講：不如走啦，唔食啦。嗰一幕我真係覺得好心酸。呢度係香港，係佢哋生活咗大半世嘅地方，點解而家連想食餐飯都變得咁卑微？所以話酒樓嘅死穴唔係北上消費潮，而係佢哋自己固步自封。如果你嘅食物質素保持到，服務有人情味，就算你收貴少少，香港人都係會支持嘅，因為香港人最講情義。但如果你一味想賺到盡，食材用最平嘅，服務用最敷衍嘅，仲要加埋個面黑黑嘅態度，咁就真係唔好怪大家移情別戀。我哋要諗下，點解1990年代嘅酒樓可以做得咁出色？嗰陣時無數碼落單，全部係點心車，阿姐推住架車出嚟大聲嗌蝦餃燒賣、腸粉粉果，嗰種互動，嗰種熱氣騰騰嘅感覺，先係真正嘅飲茶文化。而家雖然乾淨咗、科技化咗，但成間酒樓好似死氣沉沉咁，每個人都係對住部手機，人與人之間嘅連結斷晒。有啲人會話，北上飲茶係因為人民幣匯率低，係因為大陸人公平。呢啲固然係原因，但絕對唔係全部。你睇下深圳啲酒樓，佢哋嘅裝修，佢哋嘅科技應用，其實已經遠遠超過香港。人哋嘅數碼落單係為咗提升效率，等服務員有更多時間去照顧客人嘅特殊需求，而唔係用嚟躲懶。反觀香港，數碼落單變成咗侍應唔使理你嘅通行證。如果香港嘅酒樓再唔改變，再唔正視呢啲問題，咁未來嗰5年、10年，我哋可能真係會見到傳統飲茶文化嘅消失。到時我哋可能只能夠去博物館，或者去深圳先可以體驗到乜嘢叫做真正嘅飲茶。呢個絕對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畫面。我哋唔係想一味批評，而係因為我哋愛呢個地方，我哋愛呢種文化。我希望啲酒樓老闆可以聽下街坊嘅心聲，唔好再用加一服務費嚟作為面黑嘅補償，唔好再用數碼落單嚟作為冷漠嘅藉口。試下將個重心擺返喺人身上，揾返嗰種久違咗嘅人情味。其實要留住客，有時好簡單，可能只係一句熱情嘅招呼，可能係見到老人家唔識落單時主動伸出嘅援手，可能係嗰盅茶永遠保持住適當嘅溫度。呢啲細節先係一間酒樓嘅靈魂。2026、2027年就快到，香港嘅餐飲業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係要繼續墮落，定係要孽重生？全在乎經營者嘅一念之間。好多街坊都話，佢哋其實好想支持本地小店，好想支持本土產業，但前提係你要俾到一個理由大家去支持。你唔可以一邊叫人留港消費，一邊又俾緊劣等服務大家。呢種道德綁架，香港人係唔會買賬嘅。大家嘅錢都係辛苦賺返嚟嘅，
點解唔可以選擇一個令自己開心啲、舒服啲嘅環境去消費？有時我會諗，如果有一間酒樓肯放棄嗰種機械式嘅管理，肯請返一班有心嘅老師傅，肯用新鮮嘅食材，就算佢唔用數碼落單，就算佢位置偏僻啲，我相信一樣會客似雲來。因為喺呢個冷冰冰嘅城市入面，大家都好渴望嗰份溫暖。講到底，飲茶兩個字，重點唔係個茶道，而係個飲嘅過程，係一家人聚埋一齊傾下偈，係同老友記敘舊，係一種情感嘅交流。如果呢種交流被嗰部冷冰冰嘅手機同埋嗰張黑紋紋嘅面孔所取代，咁飲茶就真係失去咗佢原本嘅意義。希望大家睇完之後都有所啟發。我哋唔係要抹黑任何行業，我哋只係想將最真實嘅現象反映出嚟。希望香港嘅酒樓可以爭返口氣，唔好再令大家貼錢買難受。我哋都好期待有一日可以喺香港嘅酒樓度重新感受到嗰份屬於香港人嘅驕傲同埋溫馨。其實呢種現象背後反映緊香港社會嘅一種疲態，大家都好攰，老闆攰，員工攰，連客人都好攰。但越係攰嘅時候，我哋越需要多一點寬容，多一點體諒。員工如果可以多一個微笑，客人如果可以多一聲唔該，成件事可能就完全唔同晒。但而家嘅情況係，大家都在負能量入面循環，結果就係大家雙輸。我哋再深入啲睇下，點解香港嘅服務業會變成咁？喺1970、1980年代，做服務業係一份可以養妻活兒，甚至買樓嘅專業。但而家，服務業嘅薪酬同社會地位都大幅下降。當一個員工覺得自己份工無前途、無尊嚴嘅時候，你點樣要求佢對客人有熱情？呢個係成個社會結構嘅問題。但係作為消費者，我哋都有權利追求更好嘅體驗。如果市場唔競爭，服務就唔會進步。所以大家選擇北上消費，其實都係一種用腳投票嘅表現。呢種壓力或者可以迫使香港嘅酒樓去改革，去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我記得幾十年前，1990年代初，去酒樓係一件好隆重嘅事，大家會着得整整齊齊，小朋友會好期待果籠大包，嗰種尊重感係相互嘅。而家一切都變得太過快餐化，太過利益導向，酒樓只想快啲返台，客人只想快啲食完。喺呢種追求快嘅過程入面，我哋丟失咗最寶貴嘅質。如果我哋唔想見到香港變成一個只有連鎖店、只有預製菜嘅城市，我哋就要有所行動。經營者要反思，消費者要發聲。我哋要話俾嗰啲做唔好嘅老闆聽，我哋唔係冇得揀，我哋選擇北上係因為你哋做得唔夠好。其實香港仲有一啲有心嘅酒樓，佢哋堅持手工製作，佢哋嘅員工雖然年紀大，但服務好周到。每當我見到呢啲酒樓，我都會覺得好感動。佢哋喺呢個艱難嘅環境入面，守護住香港最後嘅一點光。我哋應該多啲去支持呢啲有心嘅小店，等佢哋可以生存落去。而對於嗰啲大集團，嗰啲只顧賺錢嘅連鎖酒樓，我哋就要用選擇權去話俾佢哋知，香港人唔係傻嘅。你哋嗰套貼錢買難受嘅模式已經玩完啦。喺2026、2027年嘅今日，資訊咁發達，口碑傳得咁快，你做壞一個明星，可能只需要一日嘅時間。好多人問我，香港嘅飲茶文化仲有冇得救？我覺得係有嘅，但呢個需要一場徹底嘅革命，由管理層開始，到前線員工，都要重新建立對呢份職業嘅尊重。你要將自己當成係一個文化嘅傳承者，而唔係一個純粹嘅搬運工。你要明白，你送上去嘅唔係一籠燒賣，而係一個客人嘅期待。我哋講咗咁多死穴，其實歸根究底就係心嘅問題。有無心去做，客人係感受得到嘅。你用工廠貨，客人食得出；你敷衍了事，客人睇得到。喺呢個物欲橫流嘅時代，唯有真誠
先至係最有效嘅競爭力。我哋唔希望有一日，當我哋嘅下一代問起爹地媽咪咩叫做飲茶啊，我哋要帶佢哋去深圳或者廣州先可以答得到。我哋希望可以喺香港嘅大街小巷，依然聞到嗰陣淡淡嘅茶香，依然聽到嗰陣親切嘅喧鬧聲。所以，親愛嘅酒樓老闆們，請你哋醒下啦，唔好再沉醉喺以前嘅輝煌入面，唔好再將責任推俾租金同埋北上潮。睇下你哋面前嘅客人，睇下佢哋嘅眼神，你哋就會知道問題出喺邊度。香港人值得擁有更好嘅飲茶體驗。我哋希望可以開開心心咁坐低，舒舒服服咁飲杯茶，食個包，唔使驚俾人趕，唔使驚睇人面色。呢個要求其實真係唔高。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我會繼續為大家發聲，繼續去踢爆嗰啲唔公道嘅現象。同時，我也會去發掘嗰啲真正有心嘅食店，分享俾大家。因為我哋都希望香港可以變得更好。如果你都覺得最近喺香港飲茶越嚟越難受，如果你都覺得數碼落單同面黑黑係時候要改變，咁請你將呢份心聲分享出去，等更多人意識到呢個問題，等我哋一齊推動呢個行業嘅進步。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無論環境幾困難，我哋都要保持對生活嘅熱愛。飲茶本身係一件開心事，唔好俾啲唔愉快嘅經歷磨滅咗我哋嘅情懷。我哋一齊努力去揾返嗰份失落咗嘅港式人情味。我哋唔一定要北上先可以揾到快樂，只要我哋肯一齊努力，香港嘅酒樓一定可以重現光芒。我哋期待嗰一日可以喺一間充滿笑聲、充滿熱氣嘅酒樓入面同大家偶遇，然後一齊嗌一聲唔該加水。呢個話題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雖然內容可能有啲沉重，但呢啲都係我哋街坊最真實嘅心聲。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哋最近飲茶嘅經歷，係唔係真係覺得貼錢買難受？定係你發現咗啲咩滄海遺珠嘅好地方？我哋下次再傾，繼續拆解更多香港嘅生活大小事。無論係2026年定係未來嘅邊一年，我哋都會喺度陪住大家一齊睇呢個世界，一齊守護我哋嘅家。祝大家下次飲茶可以遇到個好侍應，食到濃熱辣辣嘅點心，真正享受返嗰份一盅兩件嘅樂趣。再見。